台南捌发生几件囡仔去公园耍游乐器材受伤的情形。南区的区公所为着要加强管理，就成立安全督导小组，固定逐个月去巡查，要守护囡仔安全。 南区公所成立的共督察小组的成员来到康园公园内面，唔但看栏杆够有稳，路丝够有送气，佮检查小朋友伫走的涂骹点啊，一点都唔敢凊彩。只要发现小所在歹去，马上就记录，刷落来就登报改善。大部分都是看游具跟那个健身器材，它有没有损坏或者是松脱。 还是去腐蚀掉的物件，只要有损坏、松脱的部分，我们都会记录下来，报请那个公所。游乐区发生状况跌倒，结果地上有碎石子，那个碎石子刚好在他的脸上。非常支持那个每个月能够有去监督跟检查的制度。大部分是少啦，是讲互囡仔耍尔，但无去甲看甲伊也是。 等来讲要发生啊，甲知影，安尼较安全啊。公园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，儿童的游戏场使用频率是更较悬，嘛是民众上关注的公园设施。但是先前台南嘛发生过游具伤害儿童，或者是游戏的设施出现危险的物品，是惊到游戏的民众。区公所是成立共督察小组，逐个月一次巡辖区内的公园。 因为目前现行的机制呢，都是由业务单位这边单方面的来做那个一般的游戏场的检查，那缺乏从外部来督导的那个动作，外部的督导的力量来那个弥补就是从单方面来做检查的不足。现行卫福部颁定的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，儿童的游戏场铺面以及室外游具。 每3档是委托专业的检验机构定期检验一次。区公所共督察小组会当提早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，马上就解决，维护民众的游戏安全。记者郑俊宏报道。